晚上8:30，即刻開始今晚嘅龍莊節目啦。咁樣究竟係啲乜嘢咧？正規正怪喺度。冇啊，劉英華，我哋只不過咧係要表示俾大家睇，我哋兩手咧係完全真係冇嘢嘅。因為我哋準備咧要送抽獎嘅禮品俾現場朋友，咁證明我哋咧就係好均真，好均真。咁均真㗎。好啦，陳志華，唔該你抽第一位先。好啊。呢位咧係0447。447號邊位？447號。啊，有個哪怕有個問題要問你啊。起身。請你模仿剛才陳迪華嘅動作。唔係啊，邊個華嘅動作？原來陳迪華係咁嘅嚇，真係。攞一隻雷射唱片俾你嚇。好啦，咁啊跟住咧就唔該啊安先生。安先生。唔敢，劉先生。同我哋抽位。唔敢。呢位朋友將會得到啲乜嘢咧？呢位朋友咧將會得到呢一隻金錶，嗱，就係咁嘅樣嘅金錶，好靚嘅金錶啊！睇到啦嘛，係呢一位朋友係409。409號係邊位啊？呢位。409係一位女士。恭喜你！好啦，請你模仿剛才安德尊嗰個手勢。啊，係啦，特別奇怪嘅手勢。呢隻手錶咧價值1200蚊㗎，恭喜你啊！恭喜你！好啦，有請安德尊咧繼續做鬼做怪，我同陳迪華馬上開始今晚嘅甩牌接力賽，唔該。唔好理啦，大家一齊睇睇甩牌接力賽就算啦。禮物咧就已經送咗啦，咁啊睇下咧參賽朋友能唔能夠爭取到獎金啦。係啊，咁即刻開始啦。好啊 ，A 組1、2、3，1號開始。1萬。中。東。2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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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唔係你。8個。3號。係啦。 8隻8啦，係8萬嚟㗎嚇。中。8板。哎呀，錯啊！ 8號。 4號。錯啊4號。1號。1號。錯。2號。2號。2號。3號。3號。8號。中。繼續。1號。哎呀。4號。4號。錯。 1號。1號。中啊！繼續。3號。中。 4個。中。 1萬。時間已到，中埋啲1萬喎，last minute 都嚇。係啦。咁啊，總共中咗幾多隻啊？定話係7隻㗎。 7隻牌嚇。好啦，咁啊一陣啊睇睇 B 組嘅都唔錯啦成就會點樣啦嚇。 A 組4位朋友同心協力底下，成績唔錯，超過半打7隻。睇睇 B 組得唔得啊，劉先生嚇？好啦，我哋全唔好講咁多説話啦。B 組已經準備好啦，或者開始好唔好？好，1、2、3，1號。即係點啊？求其噏一個出嚟咧。8萬。係。哦，2號。1筒。中啊！紅中。中。 90。哎呀，錯啊3號。 80。中。 1萬。錯，4號。 4號。 2萬。 1號。 9筒。中啊，中。東。錯，2號。 2號。 8筒。中。 6筒。中啊！ 1萬。都中。已經過咗7隻啦5嚇。筒。好，中埋啦。 3筒。去，出線。 1索。好，10隻。 10隻。白板。中。 5筒。時間已到，總共係中咗12隻12隻牌雖然攞唔到獎金，但係不過出咗線啦係啊嚇。小安繼續講嘢。 B 組都好嘢，2打隨意1打啫。所以咧 B 組咧出線，但係攞唔到嗰2000蚊獎金。咁但係咧支持 B 組嘅朋友咧，我哋有禮品送俾你。全場朋友咧，我哋就有橋牌有限公司送出嚟嘅金錢龜牌龜苓膏送俾你哋嘅。一齊睇睇第2個回合麻雀 bingo。嗱，出線嘅4位朋友咧，分別就係坐喺東位嘅金寶憲女士、南位嘅彭慧玲女士、
西位嘅張耀初先生同埋北位嘅徐麗明女士啊，歡迎4位朋友。但係手上嘅牌咧冇一隻咧係4隻都同時咧出現咗嘅喎，於是乎咧要開牌啦。嗱，東位開第一隻牌，開第一隻牌咧係7筒啊，有7筒嘅，我哋將7筒冚轉。而家輪到南位係開牌，一索自己冇上下加都有。而家輪到西位開牌啦。西位請開牌，開嘅係9索，請攞走9索。北位開牌，開嘅係8索，自己有，於是乎咧你有權咧係開多1隻牌㗎嚇。嗱，開一隻靚啲嘅俾我哋睇下，7筒已經開過啦，可以攞走啦。而家東位再次開牌，開出嚟嘅係6索，哇，真係好嘢啦嚇，3家都有6索喎。再開一隻啦，東位。啊，唔開由自可，開呢隻4筒咧，就輪到咧係下家有份啦。攞走4筒，而家南位咧開就係2索，自己有喎。嗱，咁啊大家知道咧，既然自己有嘅話咧，佢係有權開多1隻牌㗎。開呢隻咧係4索啊，4索啊冇乜作用啦，暫時嚟講。而家西位開隻乜嘢咧？請開。係9索嚟㗎，攞走隻9索之後，唔該北位開牌，北位開嘅牌係3筒，3筒暫時未有作用，而家輪到咧係東位開牌啦，呢隻咧係8筒，8筒咧就南位同北位都有㗎嚇，而家咧南位開牌啦，3索北位話唔該晒啊，我有2隻啊，好啦，而家輪到西位開牌啦，開啦，唔緊要啦，開啦，係8索嚟嘅，暫時冇人要，而家北位開一隻咧就係3筒，3筒暫時都冇作用，好啦，東位而家再開一隻，喺中間開一隻咧係5筒，哇，5筒自己有2隻啊，好啦，再開一隻，再開一隻，再開多一隻，南位5筒，3筒啊，唔啱啊，西位。5索自己有，哇！喺3家有5索啊，開多隻啦，唔該你。西位開多隻，西位開多隻，開多隻，開多隻7索，真係7索，係7索啊，好嘢啊嚇！西位你開多隻啦，你開多隻唔使客氣嘅嚇，打牌嘅嘢咧，哎呀，呢隻開錯咗啦，真係啊！攞走隻2筒啦，好啦，北位你開啦。自摸9筒食出，好啦，呢鋪牌咧就係北位食糊，但係每人咧都有獎品，有乜嘢獎品咧？睇睇。多謝啊！呢個禮拜1吹西風，尋日同今日吹北風，西北風都嚟齊啦。咁今日嘅優勝者北風咧得到嘅禮品咧分別係平和堂送出嚟嘅瑞士色勞士手錶禮券。星光娛樂有限公司送出嚟嘅卡拉 OK 雷射碟，齊善食品有限公司送出嚟嘅健康素食，仲有嘅係酒店禮券、電器禮券、鹿茸丸禮券、錄音帶禮盒，仲有個特別獎呢，就由月星唱片公司送出嚟嘅 Lovers Romance 雷射唱片1套。東位呢，今日得到嘅禮品有6份，南位有5份，西位有2份。着精秘笈。大家都知道啊，13腰咧係打幾大計幾大嘅大牌。咁如果有機會嘅話咧，你當然就唔會放過啦。尤其是你一動起手牌嘅時候咧，就已經有10隻8隻嘅番子腰9牌啦。咁喺你做13腰嘅過程當中啦，咁你一定會毫不猶豫咁樣留起晒啲番子腰9牌，咁啊先將嗰啲中張熟張牌打晒先。你咁做咧就一啲都唔高招喎。咁啊，譬如你扣起啊已經有幾對嘅腰9同埋番子牌咧，咁你摸到要嘅牌嘅時候咧，然後先至拆牌。咁有好多俾你拆咗嘅牌積住喺牌口出邊啦。咁你明眼嗰個對手咧，就自然知道你係做緊13腰啦。咁所以你喺未齊牌之前咧，就不妨留隻中張牌。咁就譬如你一對東一對西，咁你摸隻熟張牌翻嚟咧，你就不妨先打東或者係西。咁你等你叫糊嘅時候咧，先至係猶豫一下，打翻隻熟張牌出去。咁你個對手咧可能俾你瞞騙到啦。咁你食13腰嘅機會咧就自然會更大啦。唔該着星，唔該。每次都學好多嘢啊！係啦，咁而家馬上咧抽出今日第一位家庭觀眾先嚇。所以多聽阿着星講嘢都係有益嘅，係嘛？好啦，呢位係邊位咧？呢位係姚美霞小姐，住喺荃灣全景花園嘅。喺呢個環節咧，姚小姐只需要咧答我哋一個問題啫嚇。電話已經接通咗啦。喂。請問姚美霞小姐到嗎？係啊，劉生。係啊，姚小姐，我係劉志榮啊。係啊。嗱，恭喜你，我哋抽到你封信，問你一個問題先嚇。嗱，我哋臨裝節目裏邊有好幾個遊戲嘅環節㗎。咁第一個環節叫咩名啊？甩牌龍虎榜。係甩牌。冇錯啦。係甩牌咩話？甩
個牌智力錯。完全正確係嘛？完全正恭喜你，確。咁你得到嘅咧就係電磁爐一個嘅，姚女士。好啊好啊。好啦，嗱，姚女士，我同事會盡快同你聯絡嚇，多謝有咩收你。線㗎？而家收線先，佢遲啲會同你聯絡㗎啦，好嘛？啊，多謝你，拜拜。好啦，咁陣間咧繼續我哋遊戲嚇。係但係喺下一個環節咧，聚寶金輪入邊咧，一攞起電話，最緊要就講獎金4萬，咁就得㗎啦。好啦，唔使答問題㗎啦，一陣間再見。頭先考下你，今晚嘅排陣係似乎同我哋昨晚一樣啦，啊，冇係啦，呢錯，叫咩陣話？三女伴一男，哦，咁樣啊，即係咩咧？即係三女伴一男咯。哦，咁樣。好啦，咁而家三女伴一男咧，就馬上開始今晚嘅眼明口快啦！請大家留意熒光幕開始計時。第一個問題問你呢鋪牌一共叫幾多飛牌啊？三飛。男係男，幾多啊？三飛。啊，三飛加3分嚇。好啦，睇睇你要撳鐘先啊熒光幕嚇。呢個問題問你呢鋪牌有邊一飛牌可以食糊？染白。答案係小相公冇糊叫減3分。好啦，睇睇熒光幕。呢個問題問你嗱，呢手牌咧一共叫7飛㗎嚇，叫7飛。請你是但講出4飛，叫糊牌。西。西人你唔係啊，我冇咁。係北啊，應該係北。北請答啦。啊，染白講4飛喎。 147。好啦，都兩個都係錯嘅，減3分嚇。好啦，睇睇熒光幕呢個問題問你啦嚇。呢手牌8萬食唔食得糊？西。唔食得。完全正確嚇，加3分。好啦，睇睇熒光幕呢個問題問你呢手牌係叫邊3飛啊？男147。完全正確，加3分嚇。睇睇熒光幕問題問你呢手牌邊幾飛可以食糊啊？西。五百同。答案係根本係冇糊叫未叫糊嘅一手牌啊！好啦，減3分。睇睇熒光幕呢個問題問你呢手牌4萬食唔食得糊？西。得唔得啊？得。答案係唔得，因為佢係叫啦6口啊嚇，減3分，唉，真係臨尾減3分真係唔抵啊。係啦，不如睇下啲分數先啦，好唔好？東咧係11分，南係19分，西係7分，而北咧係3分㗎。好啦，分數最高係南位嘅彭慧玲女士啊！係啦，恭喜晒！安先生，唔該你講俾我哋知林莊二人麻雀淘汰賽嘅牌陣啊！眼明口快啊！男咧係勝出咗，所以得到獎金係1000蚊。北同西咧兩位嘅朋友咧得到嘅分數係比較低。咁而家先打第一鋪嘅二人麻雀淘汰賽，西係做莊。各位現場朋友，你估今晚啊第一鋪牌係西贏定北贏咧？北贏。係。北啊，睇睇先啦。嗱，雖然話群眾便是力量，但係安德村，我哋絕對唔可以咧煽動群眾啊去偏袒任何一方嘅嚇。我哋嘅節目係完全公正嘅，希望你了解下，下次唔好犯同樣嘅錯誤。好彩我哋兩位參賽者咧面露笑容啊！佢話咧明知道細路哥唔識世界，唔怪你嚇。好啦，睇睇西位同北位點樣打呢鋪牌。大家都係做索子牌。啊！呢隻3索摸得好啊，摸得好啊。好啦，咁樣就叫糊啦。嗱，叫糊係叫咧6索同埋西咧係對碰啊嚇。嗱，如果6索一定要自摸喎，如果西咧，由於你係西位啊，西咧打出你都可以食噶啦，西有翻啊嘛。好啦，玩咗下邊點咧？啊，佢摸隻5索翻嚟，佢都叫糊喎。佢叫4、7索，叫4、7索啊！嗱，畫面上面西位呢係6索同埋西對碰，畫面下邊嘅北位呢係叫4、7索。好啦，碰啊！呢個北你梗要碰咧，有翻啊嘛！而且你碰咗之後咧，你可以叫夠3飛添啊！係啦，你聽我話冇錯，冇錯啦！而家打5索之後，佢叫3飛，3、6、9、3飛啊！畫面下邊北位3、6、9、3飛。啊！自摸6索啊，西位食出啊！你睇下北位雖然輸咗，都係笑口噬噬㗎。
混一色自摸4分，我話西贏啊嘛，你哋係話要阿北嘅西林莊啊嘛，同阿東打。好啦，西位咧面對嘅係東位啊嚇，兩位雀林前輩呢就展開呢一鋪呢2人麻雀淘汰賽啦。我哋睇睇兩位前輩點樣打呢鋪牌嚇。嗱，西位呢位男士做童子喎，東位呢位女士就做索子牌。哇，摸夠一揀好齊張啊！好啦，而家東位撞牌叫胡啊！3索打出去要唔要啊？要咗佢啦，梗係啦，要咗叫胡啦嘛。好啦，上咗之後咧，掉埋隻東之後，佢叫胡啦，叫14啊，14索啊，2飛14索。西位點摸隻9筒翻嚟？咦，摸得好喎！打紅中之後，佢叫卡窿7筒啊，西位嚇。嗱，大家都叫胡噶啦嚇，男士叫卡窿7筒，女士呢就叫14索。唔緊要，打出去大家都唔要，俾我哋睇睇都好啊！而家我黏起腳睇到啦，9筒嚟嘅，唔啱使。紅中亦都唔啱使啦，再摸一隻啦，東位摸隻咩翻嚟啊？4索食糊啦，好嘢！混一色自摸5分，阿東咧就林莊啦，同阿南打。各位現場朋友，你估今晚邊一個會做台主咧？我就話唔係啦。無論係唔係都好啦，你呢個人教而不善，無謂多講啦。好啦，我哋睇睇咧，東位同埋南位啦，兩位女士邊位會成為今晚嘅台主啦嚇？好啦，交換牌，交換牌之後呢，我哋兩手擺一齊都睇到噶啦。嗱，東位呢好靚啊，啲手牌索子牌啊。南位呢就係童子牌喎，係啦，數一數有冇大相公或者小相公先啊？呢啲係穩陣嘅做法，係合理㗎。嗱，其實大家手牌都好靚啊，但係畫面下邊東位呢，佢而家已經叫胡啦，佢叫147索3飛啊！東位叫3飛機會大唔大啊？非常之大，因為嗰啲牌呢對家摸到都會打出嚟嘅。係嘛？147非常之大機會。好啦，南位如何啊？摸隻6筒翻嚟，其實都好靚㗎。佢可以叫胡㗎啦，睇佢打邊隻啦。而家我哋打9筒，咁啊偏張7筒啦，叫冇錯，叫偏張7筒。但係東位叫3飛147索，摸隻4筒翻嚟，點樣諗唔諗？可以考慮下，亦都可以唔作考慮，繼續叫呢個偏張7筒。叫就叫1飛啫嚇，對家叫夠。哎呀弊啦，摸隻7筒翻嚟，佢冇理由扣住隻7筒㗎，佢梗打。咁冇辦法啦，南位食糊啦。清一色平胡8番，我都話東咧就勝唔出，阿南做台主㗎啦，你哋又唔信？今晚嘅台主呢係彭慧玲女士啦嚇。恭喜晒！咁我而家睇下邊位係家庭觀眾先。咁我提一提家庭觀眾咧，就係當你一攞起電話咧，對住劉墉講獎金4萬咁就得㗎咯喎。如果唔係就唔好意思，我哋要抽個第二位㗎啦。呢位係鄧玉芬女士，住喺荃灣嘅。鄧玉芬女士，唔該你拎起電話之後話啦，獎金4萬喎嚇。完全正確啊，鄧女士，恭喜你啊！我同彭頭要準備一下。好，唔該嗱，鄧女士，恭喜你嚇，馬上可以同我哋一齊玩咧呢個聚寶金輪嘅遊戲啦嚇。好啦，阿陳迪華小姐，唔該幫阿鄧玉芬女士咧撳一撳色板啊。係3點。3點，好啦，而家輪到我哋台主撳色板啦嘛。今晚嘅台主咧係彭慧玲女士，撳出嚟嘅點數啦。哎呀，係都跳多點啊！好啦，既然係咁咧，就台主彭慧玲女士咧揀牌先啦。1到15任你揀啊，彭女士。7號。7號。7號叫嗰牌係7萬啊，咁啱嘅又會嚇。好啦，而家輪到你啦喎，鄧女士。14號啊。14號。哎呀，鄧女士，你睇到嘛？睇到啊，13飛啊叫。冇錯啦，真係巴閉啊，叫13飛啊！點解你會諗到今日攞個14號嘅 number 嘅咧？諗嘅啫，是但諗。
是但諗都諗得咁靚啊！真係好嘢。好啦，嗱，今晚嘅獎金係幾多啊？係4萬蚊㗎。係啦，獎金4萬1，接到電話，鄧女士已經講咗俾我哋知㗎啦。咁依照嗰個次序咧，就台主轉先。台主係彭慧玲女士，叫虎牌係7萬。可以開始未，台主？開始就即刻開始啦啊！即刻開始啦！嗱，大力啲一次過㗎嚇。嗱，起碼超過1個圈，但而家照睇咧已經係超過咗1個圈啦。睇下會唔會係7萬？哎呀，係啊，真係啊，有機會啊！大力少少就得啦，台主，大力少少嘅啫，呢啲真係而家係兒童啊，1萬都去唔到，真係唔好意思。好啦，而家機會咧就輪到家庭觀眾，家庭觀眾係鄧玉芬女士，鄧女士，叫13飛，機會實在就真係好高。不過咧，我有一個唔知唔應該講嘅説話話你知，前2晚咧嗰個陳迪華咧幫個家庭觀眾咧轉嗰個聚寶金輪咧就叫13飛，佢都轉唔中。不過今晚都應該中㗎啦，你話係咪啊？真係好啊！應該中㗎啦，係咪啊？中好啦，陳迪華壓力甚重，唔該你中俾我哋睇，中俾我哋睇啊嚇！13飛，13腰嘅13飛，睇睇啊！中啊！今晚中緊啊！我睇咁嘅走勢，佢個走勢中啊！好嘢！中咗！好嘢！恭喜你，鄧玉芬女士，恭喜！哎呀，真係，我都諗住如果今晚咁樣都唔中咧，我都幫你手啊，鄧女士，我都幫你手教訓下佢㗎啦，真係。有咩13飛都唔中啊？你話係咪啊？唉，真係台主真係唔好意思喎，台主。咁台主喺呢個環節咧都有一個安慰獎嘅。就係500蚊。500蚊嘅安慰獎，台主嚇，對唔住啊，有機會我哋再玩過啊。好啦，鄧玉芬女士，恭喜你！你今晚咧，我見你咧，真係咧樣樣都順利喎。係嘛？我哋一抽你封信都打去咧，你接起電話你就即刻講獎金4萬，跟住你又揀到13飛，跟住一轉中埋添。係啊，恭喜你喎！俾你嘅呢啲錢。好嘛？好啦，咁啊，我哋嘅同事咧，遲啲就會同你聯絡咧，請嚟領獎。你得到嘅獎金係4萬，正如你所講，獎金4萬。嚇！好，恭喜你，係咁先啦喎，拜拜。好啦，我哋聽晚再同大家繼續我哋嘅林莊。係啦，同一時間8點半再見啦，拜拜。一台麻雀有兩家，東南西北輪住打，叮咚的鈴噹鈴咚叮，四番起舞冇花架，林莊台主笑哈。真係多才多藝喎嚇！編劇寫乜你哋就做到乜嚇，真係本事喎嚇！唔敢先得。冇啊！我哋即係學緊呢樣嘢咧，係有名堂㗎。呢啲叫做你講。你講啊！麻雀公價。係啦。乜嘢麻雀公價？就係咧喺林莊2人麻雀淘汰賽入邊嗰度。冇錯，嗰種公價。嗰種公價嚟嘅。唔係啩？林莊2人麻雀淘汰賽要咁樣打法嘅？對。當真？過㗎，當真。果然。好順利，不過咧要喺林莊2人麻雀淘汰賽之前咧，我哋一定要經過咧甩牌接力賽啊、麻雀 bingo 同埋眼明口快噶嘛，先開始第一個環節先啦，好嘛？好啊！陳迪華 ，Yes，你隨我嚟。查，咁我就打回我個部分牌啦，查。嗱，每日節目開始之前咧，我哋都喺現場嘅來賓裏邊嘅，分別喺 A、B 兩組，每組抽出4位出嚟參加比賽。冇錯啦。咁而家 A 組已經準備好㗎啦喎，咁時間咧就係1分鐘嘅。即刻開始咯嘛！1、2、3，1號開始啦！開始。
8索、 2號2號4索、中啊， 3索、又中， 2筒、都中， 5筒、中，白板、中，原地反開就得㗎啦啊，唔使拎開嘅，係啦， 5索、中啊， 8萬、好嘢， 9筒、甩親都中， 8索、中夠10隻，哇，好犀利4啊！索、呢個係第11隻中， 6筒、都係中啊， 4索、請繼續啦，因為繼續中啊3，索、好嘢啊， 6筒、已經15隻3啦筒、，不愧為女中嘅豪傑啊， 7索、好嘢，仲有時間啦，繼續啦， 4索、快少少啦，爭取時間啦，最後5秒啦。好啦，時間已經到，最後嗰秒鐘中埋隻西，齊頭數啊，陳迪華。係啦，就係20隻嘅，恭喜晒，你可以除眼罩啦。你都嚇到啊！你睇我講啲面都青。 20隻牌就嚇到我面青，冇所謂，但係嚇到劉先生你心驚噃。睇下 B 組啦，真係無獨有偶啊嚇！A 組同 B 組呢，同樣咧係3位女士，1位男士喎。冇錯啦，咁但係 B 組而家就準備好晒㗎啦喎。咁啊，我哋睇睇 B 組有冇同樣咁好嘅成績咧？咁啊？馬上知道啦！1、2、3，一號先開始。中、呢隻係東2號2號6索、爭緊1索啊！好啦，3號、 3號、 2號、 4 4號，號、 3索、好嘢，中啊！ 1萬、啊，中啊！繼續啦嚇，爭取時間幾多啊？ 1筒係啦，錯咗啦，1號1號。 4筒、中中啊，繼續啦，爭取時間。 8、好啦，2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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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財、 3號3號、 9索、 4號， 1筒、中啊，繼續繼續。白板、係好嘢， 5索、多咗啦多咗啦。 1號是啊， 8筒、係中啊，快啲繼續。好啦，時間已經到啦，真係抱歉啊！就係甩咗6隻㗎係啦，甩中嘅牌係少咗啦，咁啊應該咧係 A 組出線啦。梗係 A 組勝出啦。你講晒我唔使講，我企喺度報分㗎喎，所以話叫你唔好成日搶我啲嘢嚟講咧。B 組而家得6隻牌，所以輸咗啦。嗰1000蚊咧就俾埋 A 組，A 組4位朋友可以得到2000蚊獎金，恭喜你！支持 A 組朋友有禮品送俾你，全場朋友有紀念品，睇麻雀 bingo。介紹幾位出線嘅朋友俾大家認識先嚇。嗱，坐喺東位嘅係黃月嬋女士，坐南位嘅係廖志明先生，坐西位嘅係陳慧芳女士，而坐北位嘅係盧美蘭女士啦嚇。好啦，睇睇大家手上有邊隻牌係4隻都打開咗㗎。一眼望落，我見到咧係4索啊！我哋將4索冚轉先嚇。冚轉4索之後咧，我見到仲有一隻咧係6筒啦，6筒亦都同時我哋將佢冚轉。好啦，似乎冇第3隻啦喎，係啦。於是乎，東位嘅黃女士呢就開第1隻牌啦。請你開第1隻，呢隻係1筒自己有，攞走1筒開多1隻，開多隻係8索，8索自己又有喎嚇，真係好啦，摸多隻啦。啊，呢隻自己冇啦，係啦，冚住6索，千祈唔好走雞喎。南位開牌係3筒嚟嘅，冚轉3筒啦。好啦，攞走3筒，而家西位開牌啦。西位開隻3索自己有啊，冚轉3索，攞走3索，請西位開多1隻，開1隻係7筒嚟嘅嚇，攞走7筒，唔該你北位開牌。呢隻呢係4筒啊嚇，好啦，而家輪到呢係東位開牌。呢隻係乜嘢啊？1索啊，自己有喎，於是乎你可以開多1隻啦。好啦，大家都好熟悉嘅遊戲規則啦嚇，咁知道點玩啦。南位叫糊係5索，請你自摸5索。呢隻係8筒嚟嘅，攞咗8筒，而家輪到西位7筒唔啱使啦。好啦，北位好啦，衝5索，南位呢係食糊啦啊！估唔到呢個麻雀bingo呢係唯一一位呢出線嘅男士呢係食糊嘅嚇。睇睇幾位朋友得到乜嘢獎品啊！開講有句説話，如入寶山空手回。東位同西位今日都食白果啊！呢啲叫做冇獎品啊。南位咧有好多份獎品，因為佢係優勝者，得到嘅禮品咧分別就有
平和堂送出嚟嘅瑞士式勞氏手錶禮券，星光娛樂有限公司送出嚟嘅卡拉 OK 雷射碟，齊善食品有限公司送出嚟嘅健康素食，仲有電器禮券、鹿茸丸禮券、麻雀禮券、錄音帶禮盒，仲有一個特別獎咧，就由月星唱片公司送出嚟嘅 Lovers Romance 雷射唱片一套。至於北位嘅朋友咧，只係得2份啫，着精都到你啩。喂，聽講話咧有間超市場大減價，啲嘢半價喎。係咪咁抵啊？咁大隻蛤乸？真係㗎。四叔，啲嘢都唔知會唔會係過期嘅啫，真係啊！唉，發毛啊！有時過期嗰啲嘢都係小心啲啊，係咪？真係你知啦，係咪？啊，健康緊要啊嘛，係咪？哎呀，真係喂，可能有啲唔妥喎，點解14隻咁嘅大信封係咪啊？喂，數清楚啲啊！真係喎，嗱，1、2、4、6、8，哎呀，你摸完牌未打牌啊，冚婆？係咩？咁點啊？打隻就得啦。打隻啦。哦，好打隻，唉。咁緊張啊！一轉神經衰弱啊！我啲湊仔啦。媽媽，食糊6份。有冇搞錯？頭先先話大相公，而家又食糊，真唔真啊？哎呀，冇錯㗎，好小心數過㗎啦嚇，真係14隻啊！食糊啊，麻煩翻啊！睇，其實佢唔係小心，而係佢係別有用心。咁啊，首先就嗌大相公，然後咧就作狀數牌。其實佢咧就揸住嗰大牌咧喺度度翻正佢嘅。咁樣做咧就係冇人會估到佢咧係做緊清一色大牌啦。咁總之一句講晒，亂咁報大數咧，可能係有料到啊！知冇？知道晒。靠晒着精嚇，咁唔該你啦，唔好報大數喎嚇，抽一封咧就讀一封嘅姓名好啦啊！呢位咧就係鄺書冰女士，就住喺粉嶺㗎。咁如果用緊電話咧，就快收線喎，留意而家打電話俾你。住喺粉嶺嘅係鄺書冰女士啊嚇，鄺書冰女士係住喺粉嶺㗎，電話接通咗咯喎。請問鄺書冰女士喺度嗎？係。你係鄺女士啊？係。我係林莊節目打電話俾你啊。嗱，有個問題要問你㗎嚇。嗱，喺麻雀 bingo 嗰個環節啊，咁啊4位參賽者坐晒喺度啦，係嘛？係麻雀 bingo 嗰個環節，4位參賽者坐晒喺度啦嚇。咁佢哋嗰個門風係分為東南西北啊，抑或分為春夏秋冬啊？東南西北。完全正確。冇錯啦，恭喜晒你得到嘅咧就係電磁爐一個，打邊爐咧最啱㗎咯喎，恭喜晒你鄺女士。好啦，嗱，鄺女士，我哋嘅同事咧遲啲會用電話同你聯絡，請嚟領獎。好啊。好嘛，多謝你嚇，拜拜。拜拜。好啦，咁而家你要休息一陣先嚇。嗱，一陣間下一個環節，如果我哋抽到嗰位朋友，我哋打佢嘅時候咧，嗰位朋友一定要講出聚寶金輪。嚇，唔使答其他問題㗎啦嚇，記得留意。記住咯喎。好啦，一陣間再見。會咁巧嘅嚇，一連幾晚咧都係咧出線嘅咧係3位女士1位男士喎。冇錯啦，一係就3位男士1位女士咁樣嘅喎。係咪啊？係啊。所以呢啲咧就好偶然嘅，其實都係啊，咁啱得咁巧。好啦，馬上開始今晚嘅眼明口快啦，好嘛？嗱，大家都明白嗰個比賽嘅規則㗎啦，唔使多費唇舌去解釋啦，好嘛？我哋馬上開始計時，請留意熒光幕。第一個問題係問你呢一手牌啊，一共有幾多隻麻雀啊？有。啊，答案係10隻，對唔住，減3分。好啦，睇清楚啊。睇睇熒光幕呢個問題問你啊，呢一鋪牌一共咧係叫6飛嘅，請你是但講出3飛叫虎牌。藍。147。147係完全正確，因為咧係叫1、2、4、5、7、8加3分。好啦，請睇睇熒光幕，睇睇呢個問題。呢鋪牌1萬食唔食得糊啊？唔得。完全正確，加3分。好嘢。好啦，睇睇熒光幕呢個問題問你呢鋪牌發索可唔可以食糊？不得。請你對住嗰位大聲啲講。可以，可唔可以啊？可以啊。可以係唔啱嘅，因為係叫69啊，減3分。好啦，睇睇熒光幕呢個問題問你啊，呢鋪牌1萬抑或3萬可以食糊啊？冇糊食。大聲啲，冇糊食。完全正確，加3分。好啦，睇睇熒光幕呢個問題問你啦，呢鋪牌8索抑或2索可以食糊？東。2索。完全正確，加3分。好啦，呢個問題係問你啊，呢鋪牌1萬抑或6萬可以食糊？西。1萬。應該係6萬減3分。睇睇熒光幕呢個問題問你呢鋪牌啊，一共叫幾多飛牌？
快啲啦，快啲啦，爭取時間啦。東1-4筒。嗱，答案咧係叫啊3筒1飛啫嚇。哎呀，真係唔答仲好啊！睇睇啲分數啦嚇，東咧就係有10分，南係14分，西係6分，而北咧係10分嘅。分數最高嘅係南位嘅廖志明先生。係啦，恭喜你啊！恭喜晒！報分皇帝嘅表演啊，唔該。南位嗌明口快勝出，得到獎金1000蚊。東同西兩位朋友咧得到嘅分數比較低，所以而家東西就對打，睇下佢哋打啲咩東西啊！好啦，東位同西位兩位女士呢，就展開今晚第一鋪嘅冧莊二人麻雀淘汰賽。我哋睇睇佢哋換牌情況。大家將5隻自己唔係咁中意嘅牌呢攞嚟呢，同對家呢係對換。咁我哋睇見西位係劉童子，而東位係劉索子，咁啱呢，就對家都將佢哋需要嘅牌呢係換咗過嚟，可以話呢係各得其所啦嚇。好啦，大家都咁工整嘅時候睇情形呢鋪牌呢，好快就有結果啦！我哋一齊睇睇。千祈唔好摸錯隔離喎嚇，係摸牌一定要正確。上啦，上咗個4筒先講，摸隻靚噶啦。佢而家呢上到牌，佢有壺叫嘅，撞咗隻眼翻嚟，但係一樣有壺叫喎。佢而家叫緊壺係5-8索啊，東位下畫面上面，但係呢要自摸至得，因為唔夠番數，4番起壺。真係話都冇咁快啊，手到拿來啊，要嗰隻得嗰隻，食壺啦！混一式自摸4番，阿東林莊同阿北打。好啦，東位面對嘅係北位啊！嗱，我哋冧莊二人麻雀淘汰賽呢，不限時間嘅，大家可以慢慢打。哇，大家都係做索子牌喎，大家都係做同一門牌。嗱，東位呢已經呢係一碰一叫㗎啦，呢邊啊突張啊，但係咧北位打得好啊，佢開咗對西嚟打出去啊，佢知道對家呢都係做索子牌啊，咁嘅情形就切不可蝕張啊嘛。佢而家開角摸多一隻啊，無論摸隻乜嘢翻嚟都好啦，打埋隻西出去，冇錯啦，呢隻4索都唔錯嘅，留一留佢可能呢有好消息啊，7筒要啦。哎呀，3索摸得好啊，叫壺啦，7索同埋白板咧係對碰啊嚇，但係7索咧就要自摸至食得啊，因為4番起壺，白板啊當然夠啦。嗱，而家佢可以轉張叫6-9，但係唔好轉啊，點解呢？因為嗰個9索啊已經開咗槓啦嘛，絕咗啦嘛，冇錯啦。北位打牌打得叻啊，咁啊當然打呢隻牌出去呢，就東位話碰咗佢連隨叫壺，紅中發財呢係對碰啦佢，但係呢邊已經自摸白板食出啦。混一式自摸5番，阿北咧贏啊，林莊同阿南咧爭台主，睇下邊一個爭得贏啊！好啦，南位同埋北位兩位睇下邊一位會成為今晚嘅台主啦。南位個手牌啊，你啊動起又好靚喎，童子牌成手。北位係點咧？北位做索子啊！啱使咧就要啦，我哋兩手牌一齊睇下，兩手牌點樣啊嚇？北位嘅右手最好咧垂低係啦，等我哋可以好清楚咁咧睇到你嗰手牌嘅全貌啊嚇。啱噶啦，8索係要打噶，留住冇用啊嚇。上啦，點都上咗去先啦。上咗之後呢，你可以打6索，打咗6索你就叫壺叫2飛4、7索，係咁打噶啦，最正路噶啦。你打6索啦，唔好考慮啊。係打6索，叫4、7索啊，北位。哎呀，南位連隨摸隻7索翻嚟，不過呢隻7索呢，佢雖然而家扣一扣，但係始終都係打出去。佢做童子牌啊嘛，留隻7索做咩啫？係嘛？冤家牌啦。
咁可能打咗啲番子先，係啦。但係呢隻七索咧，我諗都難逃咧呢個劫運㗎啦啊！好啦，阿北偉，你可以靜心喺度等，你自己唔摸都得啦，等七索啦嚇。南位摸牌啦，摸隻六索，摸到六同花摸得好好啊，但係七索打咗出衝啊！你估今晚邊個做台主？梗係北啦！台主係盧美蘭女士啊，恭喜盧女士！咁而家睇下家庭觀眾係邊位咯？好啊，睇下邊位先。咁再提一提大家咧，跟劉墉打電話俾你咧，你一攞起電話就講聚寶金輪咁就得㗎啦。如果唔係咧，我哋就要操過第二位㗎啦，真係好唔好意思㗎啦。即係一定要咧，一拎起電話講得出聚寶金輪。冇錯啦，係羅三妹女士住喺筲箕灣道嘅。嗱，記住咯喎。就係聚寶金輪。住喺香港筲箕灣道嘅係羅三妹女士，羅三妹女士。喂，聚寶金輪。羅女士啊，係好嘢啊，羅女士。好啦，同台主嚟準備一下。好啦，亦都唔該呢，阿陳迪華咧就幫咧我哋家庭觀眾羅三妹女士咧撳色板啊嚇。好啊，唔該。唔使客氣。3點，好啦，咁而家輪到我哋嘅台主咧撳色板啦喎，台主有請。嗱，今晚嘅台主咧係盧美蘭女士啊嚇，哇，點數相當大，係6點。既然係咁咧，就台主咧係揀牌先啦。嗱，1到15咧任你揀啊，台主嚇。9號。9號，台主揀9號，哇，係9號呢手牌唔錯㗎，叫三飛㗎。睇唔睇到啊？叫邊三飛啊？我話俾你知啦，689索，689索三飛。咁而家咧輪到家庭觀眾羅女士啦喎，羅女士。4號啊，唔該。4號係嘛？啊，4號咧，叫虎牌咧就係4萬啊嚇，叫虎牌係4萬啊。好啦，咁啊，既然係咁咧，睇睇今晚咧13飛嗰手牌幾多號？啊，今晚原來係2號啊，早知咧減少2號啦，阿羅女士嚇。好啦，唔緊要啦。嗱，尋晚咧家庭觀眾啊非常之好彩喎，一揀就揀咗一手咧叫13飛嘅牌，嗰副牌係13腰嚟嘅，叫足呢就係13飛。咁啊話都冇咁快咧，陳迪華就咧幫佢一轉就轉出咗咧食糊，於是佢係攞走咗個累積獎金啊！冇錯啦，所以今晚嘅獎金咧就係由1萬開始㗎。係啦，今晚啊由1萬蚊嘅基數開始嚇，大家千祈唔好嫌棄，希望兩位邊位咧都攞咗佢算啦，好嘛嚇？好啦，咁啊依照次序嚟講咧就係台主玩先係嘛？啊台主好開心啊台主啊！台主你知唔知你叫嗰牌係乜嘢？台主689。完全正確啊！台主嘅記憶力相當好，希望你亦都記得咧689咧係要用啲乜嘢力度嚟轉出嚟嘅，好嘛？可以開始未？開始啦已經嚇！好啦，689索，台主叫嗰牌689索，叫三飛咧，其實機會咧都唔細㗎嚇。好啊，中啊中啊中！哎呀！過咗一格啊！過咗一格啊！真係，唉，想拉都拉唔停啊，係都過一格，唉，真係唔好意思啊，台主真係。好啦，而家機會咧就輪到家庭觀眾係羅女士，羅女士叫一飛啫喎。係啊。不過呢個牌咧就好笑嘅，4萬啊嚇。係啊係。好啦，咁啊唔該陳迪華幫手轉中嘅4萬啊，幫我手。祝你好運啊嚇！4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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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唔得唔得唔得，硬係中意多啲。倍數出嚟變咗8萬，真係轉多1倍啊！走隻8萬出嚟，咁啊真係冇辦法啦嚇。羅女士同埋台主咧，每人都有一個安慰獎。係啦，就係500蚊嘅。好啦，羅女士，我哋同事再同你通電話，好嘛？請你千祈唔好嫌棄，一定要嚟攞呢500蚊安慰獎，好嘛？好多謝你，拜拜，羅女士，拜拜。台主唔好意思喎，係啦，有機會再玩過啦，好唔好啊？啊，你好大方㗎。好啦，咁我哋聽晚嘅累積獎金就係2萬蚊。好啦，咁我哋聽晚準時8點半咧，再同大家見面嚇。好啊，聽晚再見啦。祝各位晚安，再會，拜拜。